种的气味。搁问一声小姑娘，感情是啥物？双风相放电，愈鱼直着水。请问小姑娘，拍亲啊菩萨要安怎变咯？伊要钱你银莲，三岁阁是少年。五虎嘴你六甲贵，七皮八面烂到强十甲死。你要用什么补，拢随在你。问一声小姑娘，你敢有迄落好对象？若是问我无路用，找阮时代去参详。请问小姑娘，真情是啥物？咸甜酸苦涩有五种的气味。搁问一声小姑娘，感情是啥物？双风相放电，愈鱼直着水。请问小姑娘，拍亲啊菩萨要安怎变咯？伊要钱你银元，三岁阁是少年。五虎嘴你六甲贵，七皮八面烂到强十甲死。你要用啥物补，拢随在你。问一声小姑娘，你敢有迄落好对象？若是问我无路用，找阮时代去参详。请问小姑娘，拍亲啊菩萨你要安怎变咯？伊要钱你银莲，三岁阁是少年。五虎嘴你六甲贵，七皮八面烂到强十甲死。你要用啥物补，拢随在你。一声小姑娘，你敢有迄落好对象？若是问我无路用，找阮时代去参详。